恭守上帝的话，咱即时要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咱要为第1节看到24节。如果你若有早圣经应该是你新约的第80面或者是咱做伙看头前的投影片嘛会使好，咱做伙来读为第1节开始，请。在代志了后，如果设立70人，一队一队车用做头去因所要到大城，逐个所在对因讲，通修行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你着求园主别工去甲伊修行，恁去我找恁。亲像羊入豺狼的中间，无伫搭钱地，无伫搭链，无伫下，努力无伫甲人请安。无论伫什么处，着大声讲，愿即家平安。即使有合意，着平安的人伫遐，就恁的平安回到伫因。若无就倒转伫恁，就点伫家因食因所攻击的，因为做工人肯得到伊的工钱，无得对即家刷去迄家。无论伫什么城，人若接纳你，就食因所摆列伊面前的。城内有病的，就医好因，煞甲因讲，上帝国屈恁啦。若是无论伫什么城，人毋接纳你，就着出去因的大街路讲，连你的城的土粉离阮的骹下，阮也对恁切去。总是恁着知。上帝国君了，我甲恁讲，迄个索多玛比迄个城也较阳光。我若顺你有才气；别西代你有才气。因为伫恁中间所行者的欢迎，若有行伫推罗甲西顿。就因早早穿麻纱，我皮肤坐伫还反悔。若是当审判的时，推罗甲西顿比恁也较快担当。甲别龙恁减会得到牙起到天吗？伊是个车路音符，听恁的就是听我的。去杀恁的，就是去杀我；去杀我的，就是去杀找我的。遐个70人倒转来，在欢喜讲：主啊，用你的名，鬼也降互阮。耶稣甲因讲：我有看见撒旦，亲像死人对天跌落来。我已经互因有权。大抓加糖，搁赢过对敌拢总的溃烂，决断无一项会害着你，总是无得因为这的神降服恁来欢喜，就因为恁的名记伫天里来欢喜。当迄时，耶稣伫圣城快乐讲：爸啊！天地的主，我学了你，因为你有将这的事对智慧聪明的有隐密伊，对细囝有显明伊。爸啊，是因为你看安尼最欢喜，万项有对你的陪同交付我，爸以外无一个捌囝是罪。囝甲囝所爱要指示以外，也无一个捌爸是罪。就活当
心暗情对学生讲，看去恁所看见的，遐的目睭有福气，因为我甲恁讲，真有侪侪先知甲君王爱看恁所看见的，也无看见；爱听恁所听见，也无听见。好，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日曾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有一件好事，有一件好事。咱下面时间请曾牧师。兄弟大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当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再一摆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主，你的话，互阮伫生命中更加当轻调，伫生命中会当更加看见你的阳光，互阮伫所行做一切，拢会当对你的话得到印证甲帮助。主，阮只是要对你的话三个是，看你开启阮的心、阮的灵，伫遮来晓悟。要伫遮三个是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搁无到一个月，咱就要来过活节哦，袂歹哦哈。好，就是要迎接过活节。耶稣基督的国活，其实是咱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伊是人类生命的源头甲归属。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伊若无国活，人活地就若像一张的笑话，空虚无五望的生命，人生的劳苦愁烦也拢无意义。总是因为耶稣基督打败这个罪恶甲死亡的关系，伊对死国活，互咱知影生命是有价值的。人生这条路虽然是新的，确实极其有意义。因为不管你是酸甜苦辣，互咱也是咱的喜乐，也是咱的艰难，也是伫遐痛苦流目屎。咱拢知上帝一定会陪伴咱，伊的疼无离开无弃散，伊的恩典也教育咱用。所以伫这迎接过活节的时，圣经讲读原本伊的进度也来到这个路加福音。兄弟姊妹，上帝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甲咱人类定落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约就是恩典的约，是显明上帝无比的疼的约。新约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新约圣经头前4本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甲约翰福音。这4本福音书，用4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到底是几罪。而且马太福音是用旧约圣经所应允的弥赛亚，伫遐来承接大卫宝座君王的角度，伫遮来看耶稣。马可福音呢，伊是用临罗临怨、上帝忠心罗卜的角度来看耶稣。路加福音呢，是以上帝起初创造人，人上尊贵、完美的角度，伫遮来看耶稣。约翰福音书是用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道成肉体，住伫咱的中间。耶稣就是上帝的具体。兄弟姊妹，你要明白耶稣到底是几罪嘛？你来详细伫遐来读4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书。以无同款的角度，互你会当看到无同款的耶稣。总是无论倒一个角度的耶稣，拢伫遮咱显明，人伫上帝目睭中是极其宝贵、阁有价值的。伊为了咱受苦、定死，是为了要医治、救赎、挽回，互咱因为有上帝的疼，诚做上宝贵、上有价值的人。
即个期间会心安讲读经本，伊用2个月的时间带领咱伫遮来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看耶稣的角度是上完美的人，伊画出上帝起初创造人的形象，对做人的尊贵甲价值。为什么路加福音伊会用即个角度来看耶稣咧？因为伊的作者路加，伊是一位什么的希腊人。如果咱若读过希腊哲学，也是神话故事，你就知影希腊人伊是非常对重以人最中心，的人本主义，也是以人最中心来思考存在的价值甲意义。兄弟姊妹，请问你敢捌思考过，人活伫这个世间的目的、甲价值、甲意义到底是啥物嘛？其实咱来知影，生命的长也是短，并不是上重要的。上重要的是咱是不是活出生命真正的价值甲意义。咱会当坦然会讲，如果上帝明仔若调我转去的时，转去到天里家的时，我呐也无遗憾，我若无惊吓，敢有即种的决心嘛？路加伊是希腊人，希腊人特别重视即个人的价值甲意义。有圣学者伫遮研究讲，路加是叙利亚省安提阿人，安提阿的人，跟对耶稣的人第一摆被称作基督徒是对倒位开始？就是安提阿就是安提阿来开始。路加伊也是一位医生，信主了，伊军队保罗同齐伫遐来传道，直到保罗殉教。路加伊通讲是无某无囝专心服侍主。听讲伊伫即个84岁的年龄，伫即个北亚罗亚，就是古希腊的一个地区，伫遐安然困去。伊形容充满着什么？圣神的溃烂。伫这个所在，路加福音伊的特点也非常的多。有圣经学者伫遐整理出10项所以牧师伫遮要甲咱三角伫遮来分享。路加福音是一本什么款的福音呢？的福音书咧，就是讲是外邦人的福音书。你知影呐？作者路加是外邦人，伊的对象什么人？提阿非罗大人对无？伊若是什么？那是外邦人。其中运用的文字技巧甲用字，拢是外邦人听会捌、看会明白的。希腊人伊更加重视什么？重视历史的真实。所以路加福音的记载也非常重要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证明人类的历史有上帝的计划，特别也伫上帝计划中。这是头一项。第二项，路加福音也是普世性的一个福音书，强调耶稣基督乃是万民的救主。因为安尼时，伊所记载耶稣的家谱，并且停留伫即个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伊是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佮特别对外邦人深深表达接纳，也特别有吩咐学生，讲这个门徒将福音传到万邦。第三，路加福音也是一本颂扬人的福音。4本福音书的中间，只有记载主耶稣伊出世伫这颂扬的家庭。伊出世伫倒位？马祖呢？马祖呢？满8天受割礼时，老爸老母因为颂扬，所以用一对颂扬人伫遐献祭什么班价是啥物？也是正囝献祭。也记载耶稣的使命是要将福音传到什么？颂扬人。因为安尼时，伊宣告颂扬的人、骄傲的人、甲哀哭的人有福气。如果教导人爱安那，爱顾念迄个颂扬的、赞美的、摆卡的、清明的，这种是路加福音的记载。
第四项，路加福音伊也是为一本关心妇人人的福音书。虽然当时的妇女伫社会的地位是非常的低，总以路加福音用最的篇幅伫遐来记载这妇人人的事例。譬如讲，伊丽莎白甲什么人？甲玛利亚的记事，个女先知安娜的记事，那因城的寡妇，甲有做的妇人人，互主医好，甲用财物供应主的妇人人，患迄落病的妇人人，马代甲玛利亚等等，这第四项。第五项，路加福音伊也是一本关怀受气杀者的福音书。伊伫遐常常提起了互社会气杀的边缘人物，特别描写耶稣如何照顾因的心灵的需要。譬如讲，这抽象的甲罪人，伊伫遐有时会甲因当时伫遐食饭，所以互这犹太这古人伫遐坐一念，看足袂侪。个啥物啊？伊也关心这啥物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甲犹太人是无往来伊也关心。个伊也伫遐关心这龙主15章这个分财产做龙主的囝个这啥物耶亚撒该伊是抽象的是抽象主伫是伫价顶悔改啥物人？强盗咱也真清楚等等。这是第五项。第六项，路加福音是一本对人非常感兴趣的福音书伊伫遐伊伫遮几啊摆拢描写披露的对象，偏重伫啥物个人并且非常个人的信仰个别。譬如讲，伊丽莎白甲玛利亚尊主上，撒加利亚、西面、西门彼得、百夫长的信心，这个耶撒该抽象的撒该，甲悔改的强盗等等，因拢有伊的个别。第七项，路加福音书一本基督的福音书，伊除了做记载主耶稣教导学生，是讲门徒的基督以外，伊也记载主耶稣家己的基督。譬如讲，受洗礼时，伫极多的人敲吹伊的时，搁伫选立12使徒以前，伫即个登山变貌的时，搁教导学生怎样祈祷，为着彼得伫遐来祈求，搁伫克西马尼园迫切的祈祷，搁伫十字架顶2摆的祈祷。此外呢，还佫有侪记载其他的人的祈祷。这是第七项。第八项，路加福音也是一本啥物？靠着圣神行代志的福音书，特别注重圣神的工作。伫遐表明人只有靠着圣神，人才有对顶面来啥物气力，顶面来的气力。譬如讲，行洗了汉，伊伫这老母的腹肚内，就充满着啥物圣神，会充满。伊因此有以利亚的心智甲能力。搁来咧，天使甲玛利亚讲，圣神要临到你的身上，至悬的能力要聘你。所以伫遐怀孕生囝咱拢真清楚。搁有耶稣某啥物圣神的气力，搁有主国话会了后，伊伫遐吩咐学生，就讲这门徒讲，我要将我的白所应允降伫恁的身上，恁爱伫城里听候，直到恁领受对顶面来的能力，顶面来的气力。所以提到这个圣神的所在是非常的多。第九项，路加福音也是一本啥物喜乐的福音书。伊伫遐描写三位一体上帝的喜乐，包括被上帝因为浪子失去搁得到的喜乐。基督因为敲找这个失去的羊找到迄个羊哇，非常的欢喜个互圣神感动的喜乐。
这本册也描写咱属上帝的人的喜乐。这是第9项，第10项。路加福音书一本啊，教导正确什么？金钱观的福音书。这本册有做者譬如，拢甲金钱、甲财富有关系，不但有真侪反面消极的境界。这是8章、12章、16章、18章、22章，并且还有真侪正面积极的教训。共款伫8章、16章、19章、21章的中间拢有记载。所以今仔日咱的新安讲的主题是啥物？每一件拢是啥物？好事，每一件拢是好事。圣经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书10章1节到24节。所以一般圣经学者认为，耶稣伫世间传道有3年半的时间。所以对路加福音第9章开始所记载的事件，拢是耶稣传道后半年的卡略。所以路加福音第9章，通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分界线。分界线对这个时阵开始，主耶稣伊无讲温完，伊是啥物？伊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差遣12使徒去传福音，讲家己就是行西罗汉所见证的迄一位9章佫用5块饼、2尾鱼700几个人、5000人，这是第9章证明家己是啥物？性命的供应者。所以彼得伫遮认伊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佫有言家己将来要被抬3日了后，要国活。各个学生都要背起家己的实力价来军队。这是啥物？得荣光、得荣耀的秘诀。佫带彼得、雅各、约翰上山，耶稣变貌，甲啥物人？摩西甲啥物人？以利亚伫遐咧开讲显出属天的荣耀。所以天父启示，单单爱听伊上帝启示来，单单爱听啥物人？耶稣的话所以对第9章开始，主耶稣使门徒官兵到处去服侍，然后咧开始来启示十字架道路，并且吩咐学生也爱行这条路。所以伫咱拄所读一段经文好啊，读真特别的所在。有时咧传福音感觉牧师安怎传拢无效，安怎讲替病人祈祷，病人若无好呢表示咱的气力无够。你甲看耶稣学生足有气力的，佫有医病佫有赶鬼咱就当知影。所以要安怎甲咱的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对第10章开始记载，因为知影完成使命的时间已经近所以主耶稣伫遐更加扩大服侍的范围，伊迫切呼召人来跟对伊，也差遣学生出去传福音。所以伫遮10章第1节讲这个代志了后，主阁设立70人，一队一队找因做头，去伊所要到逐个城、逐个所在。兄弟姊妹，咱伫遮看伊讲传福音，毋是单单一个人个人单打独斗单打独斗至少就2人一组较有气力无家己一个咱拢知影啦所以伫遐彼此个人互相照应、互相扶持基牧师捌受过即个3元培训的报道迄一人伫头前冲，2个人伫边替伊来祈祷这是叫做3元3个人的3个人的服侍，所以毋是一个人至少要2个人所以家庭甲教会的事工服侍等等也是同款，要做爱做什么？对方的什么神队友什么叫神队友？咱知影啦你有啥物欠过就紧甲你补，你有无啥物就紧甲你补，迄种神队友要互相帮衬彼此帮衬，弥补对方的不足、无够也的所在。千万毋通做啥物？猪队友互相伫遐扭后骹损人不利己的代志。我想大家都伫遐拢会受伤咱拢真清楚。兄弟姊妹，
所以咱才会行出即个舒适即个环境，我伫安那来传福音。这其实是一种生命的磨练，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听福音的人，伊拢会愿意接受。当然，你讲这个福音，还是讲这个传福音的时，你家己有啥物领受，迄是非常的重要。啊，你传的时，无可能大家拢接受，所以咱必须用做啥物的听心，甲啥物的耐心。所以生命的磨练是需要有方向甲目标，为了啥物来做？为了啥物愿意伫遐忍受苦难？咱知影无目标甲使命，就做袂久。所以伫开工的以前，咱都要先安那，拢都要祈祷。主耶稣伫遮互学生传福音的目标甲使命就是啥物？讲起安那，通修行的啥物？是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去求园主逼工甲伊修行。10章20，所以只要讲通修行的是做，总是做工的是少，而且每一样的生命，还有真侪问题，伫安那需要去调整。所以耶稣并无催促因安那爱赶紧去完成，敢若有时间性，你就安怎就安怎，无伊无甲催变，伊也无劝解因安那，有时伫安那为着传福音伫安那争论伫遐。伫讲话吵闹，你是敢若直接讲一项讲工人啊呐，无够，做工的无够，对安啦，对安啦，安静祈祷，来好啊祈祷，代志真多，所以你对安啦，共款爱祈祷，祈祷就是甲上帝连结，伫车肯的中间，门徒也是学生都爱彼此结连，更加结连是啥物人？咱的主耶稣，并且倚靠伊。兄弟姊妹，耶稣伫遮提醒学生，会讲提醒遮门徒出去传福音，是上帝的心意，也是非常好的事。总是安那，要危险性呢？有时你传福音的时有危险性，就那像啥物？亲像羊啊，伫啥物？豺狼的中间，10章第3节。因咱知影人心悖逆，无敬畏上帝人，毋肯听，也毋肯接受福音。反倒诶，有时会甲你颠倒是非，制造纷争，所以遮尔危险，应该着怎样做咧？主耶稣一下讲啦，无伫带啥物诶，钱袋啊，无伫大连无伫穿鞋啊，无伫啊呐，无伫鞋啦无伫啊呐，无伫甲人请安。意思讲啦，毋通想啥物其他诶事物啦，只要专心伫倒位。福音，敢若福音这件代志的顶面，因为伊会供应一切，就即件传耶稣基督即个福音尔啦。剩诶安那毋免伤多，也免有伤多。咱即摆拢爱先建立关系再来传福音嘛。伊无关系，伊免个听你啊。但有时有关系，讲伊若袂听你其牧师伫即个阿伯国小讲起已经建立足好诶关系，但拢足熟啊伊拢知我是牧师。但是讲要叫因来听福音来教会有无？无，无。不过因心啦，心有呢，有迄个意爱咧，有迄个意向。这就毋是牧师的工作，什么人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上帝圣神敢若感动伊，就安那感觉这项上好其他无重要。我想这是一个真重要所以这亚正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伫遮讲安那，爱专注伫福音的顶面，伊对安那供应一切。兄弟姊妹，咱拢是福音的使者，来到人的厝是安那代表主耶稣，所以来到人的厝内，上帝请在奉主的名，为着这个家庭伫遐来祝福，讲愿这家安那平安，愿恁平安这是一个福赛的开始，毋是要求家己的好处，还是讲要食啥物？咱拢爱知影有啥物通用，咱就用啥物；有啥物接待，咱就啥物继续做。敢若无接待咧，伊讲免请恁走，咱就离开了。毋通讲我要讲去我要去伫遐有可能会冲突了，爱说你这是福音的工作，总是爱
主什么？服侍，并且挖靠什么？挖靠咱的主。那有无接受的人也无要紧吼，因传福音是咱的使命，福音的规矩，什么时要成熟，通修成，我都已经讲过啊，是上帝的代志。门徒也是先吼，为爱做的什么，都爱忠心去传，彼此结连。更加重要的什么？爱挖靠主耶稣。遐70人倒转来得欢喜讲：主啊，用你的名，鬼也行互阮。耶稣甲因讲：我有看见撒旦亲像死若对天跋落来，我已经互恁有权，通打蛇甲吉仔虫，佮赢过对敌拢总的溃力，决断无一项会害着恁。总是目的，因为这的神行互恁来欢喜，就因为恁的名记伫天里来欢喜。遐姊妹，主耶稣伫地面上的时间有两方面，消极方面是啥物？医病赶鬼啊，修补人心灵的破碎。积极方面呢，就是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啊，上帝的道理，互人有上帝眼光，伫遐生命日日更新变化。所以咱来知影，传福音是甲撒旦伫什么？真正抢救灵魂的安那的工作吼，是甲撒旦咧抢救灵魂。所以人的灵魂得救，咱就会当得到什么？得到这喜乐的源头。所以当这70人转来时，欢喜的讲，连鬼也降服阮。耶稣去对因讲，毋通用鬼降服恁欢喜，反正爱因为恁的名记伫天里，伫遐来欢喜。也就是讲，毋通看重这个外在的服侍，爱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咱的性命是毋是有结连伫这个葡萄树？这个什么人？耶稣基督啊，是毋是结连伫耶稣哈？因咱知影新约基督有时会混淆咱的眼目啊，咱的目睭哈啊，互咱安那会心单单被这个代志安那所吸引，反倒伫遐远离上帝啊。有时啊变做哇，这人会惊新来着，叫做去遐崇拜什么？崇拜人。我会记得我以前伫台北咧舞会时吼，伫外国来有一个什么神医哦，你知影无？哦，你捌定听咧，拢外国来吼，我神医讲讲基督拢会好呢，所以足多人啊，拢要去听吼，拢要去求医治，结果咧，阮一个会友吼，哎，带伊妈妈身躯拢无好，啊去啊，结果啊，不但无得到医治啊，摆骹转来吼，恁就知影意思吼，为虾米？有时咧追求吼，你若方向毋对，你就安那，就一寡问题走出来吼。啊，所以爱细腻吼。啊，真侪人甲听神，拢袂记得即个神医来讲，即个神力背后是啥物人开力？上帝开力。敢一定爱透过即个人，上帝开力，敢会临到你？难道敢袂当伫你的信仰，甲你对上帝认捌，伫遐起手坚定徛在对上帝我认捌的时，你若会当诚做啥物？靠上帝名，诚做啥啦？为人祈祷，得到医病赶鬼的开力嘛？这是非常的重要。哦，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爱注意的代志。所以咱的心人单单互这个代志去反倒伫遐呐，远离上帝。所以咱在求上帝帮助咱，伫传福音的过程，会当医病赶鬼，互人看见上帝新约基督是真好。总是啦，毋通伫遐强求，还是讲要求一定爱有。因为真正逐日看重的，是有分伫上帝国的即个什么的奖赏。咱是袂当得到上帝国的奖，咱的名是毋当记载伫上帝的所在，这是较重要。路加福音书10章21节，当迄时，耶稣伫圣神快乐讲：“爸啊，天地的主，我学了你。”因为你将这个事对智慧聪明会有稳默意，对细囝有显明意。爸啊，是啦，因为你看安尼最欢喜。兄姊妹，
人捌白，人捌白，天地的主，一切拢伫伊主权的掌管，就是凡事拢感谢佮欢喜的。你来看，伫遮呐是凡事当感谢佮呐欢喜。所以真侪时阵，咱虽然接受上帝所安排的环境啊，甲事物，却是非常的勉强。所以你的心态啊，有时共款袂平安，有时啊佫会埋怨，因为安尼生无法度得到亲像主耶稣迄种的欢喜。兄弟姊妹，你敢知影被上帝的旨意，是讲伊的美意，常常是安那无实力过都无免流。咱经过苦难，才会当达到荣耀荣光。所以要经过实力过，才会当达到这个宝座；经过失败，才会当哪？才会当达到得胜。所以咱求主帮助咱，相信凡事拢有上帝水个好的旨意。安尼是，就是咱逆境，哎，伫这风暴的中间，咱又来人啊，会有平安。更加当伫主的内面平静安稳，享受到安息。就我当心，暗前对学生讲，看去恁所看见的，迄目睭有福气。因为我甲恁讲，前有侪先知甲君王，爱看恁所看见的，也无看见；爱听恁所听见的，也无听见。10章23节甲24节，兄弟姊妹，耶稣基督已经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对什么？稳定的时代。这个稳定的时代，咱拢是活伫这个稳定的时代中的人，所以咱拢是应该有什么？有福气的人呢？请问你敢有珍惜上帝所予你的稳定吗？你敢有吗？兄弟姊妹，这样的福气，不是因为伊比别人更较好，乃是因为那上帝愿意将这个天国的奥秘伫遐来启示伊。所以当咱心存感恩的心，谦卑仰望上帝的怜悯，就必定当听见并看见上帝美好的作为，伫咱的生命中伫遐来显明。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咱用什么？用坚定、坚心的碗口，看见发生伫咱身上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好事，也是歹事。欢喜的事，也是悲伤的事，拢是好的，因为上帝旨意什么是好的。这就耶利米书29章11节、12节所甲咱讲的。耶和华讲：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想赐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的，要互恁买景有五望。迄时恁要求救我。要去祈祷我要安那听恁应允恁。所以对这段经在中，咱更加当看见咱的上帝真正是啥物，真正是听咱。所以无论是顺境逆境好歹，咱今日主题叫啥物？每一件代啥物，拢是好事哦，爱记哩哦。你毋通拄到逆境的时候，我拢去较歹运，拢去拄到歹代志吼。有经常有安尼埋怨甲讲，但是歹事无一定啥物诶，无一定歹吼。迄个孙中山拢经过几件诶歹事，10摆哦，第11摆呐，都成功啊吼。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伫咱诶一生诶日子，真正会当明白挖苦吼，咱诶主耶稣基督，咱相当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阮伫遐三较熟。对你的话，阮要怎个刻条伫阮的心内，伫遮来行大、相信、晓悟，伫遐面对人生的路途，无论顺境逆境好歹，我愿意看见上帝你伫阮心中的美好作为，坚固徛在，领受你最大稳定甲祝福。因为我已经生活伫即个稳定的时代。要怎样来领受这个稳定，就是阮伫这个信仰的顶面，更加会当体会明白。无论你的话，无论阮的祈祷，
问阮兄弟姊妹中间的分享，三听三关心，扶持甲帮赞，这是何等的美妙啊！主君你搁一摆激励阮、帮赞阮、坚固阮、祝福伫阮，阮的祈祷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